讲到咱台湾的变装皇后妮菲亚参加美国实景表演 RuPaul 变装皇后比赛第16季，以拍出万点位摕到冠军。唔那是这个节目头一个亚洲人得胜，也是头一位台湾人摕到冠军。除了总统蔡英文有介恭喜以外，文化部也讲，妮菲亚呢会和台湾的团队做伙去到巴黎参加文化奥运的台湾馆和世界交流。 America's next drag superstar is Nymphia Wynn. 美国方面的变装实景秀第16季总决赛，由台湾的变装皇后妮菲亚得到冠军。 To those who don't feel like they don't belong, just remember to live fearlessly and have courage to live your truth. And Taiwan, this is for you. 展开双手，衫内底黑色嘅龟仔马上互人想到台湾的评审粉圆凝茶，互人正眼目。 It's Nymphia Wynn. 将金蕉用于服装设计，妮菲亚每一摆出场，整地伪装衫配合优秀演出，欠真侪眼光，成功拍破实景秀的亚洲魔咒，成做第一位得到冠军的台湾人。 我很幸运，就是目前生命中没有一个声音是说你做这个不行，对，所以我觉得谢谢妈妈，就是可以这样一直真的就是很完全支持。第3年半之前接受公司3人来暗顿的这部访问，讲到因展现自我做家己爱做的代志，拢是妈妈秘密的支持。在美国得到冠军了，佮要代表台湾参加巴黎奥运的文化奥运盛会。 巴黎的文化奥运，我们有一个台湾馆嘛，也会邀请妮菲亚来到现场去演出吗？那在这个园区里，目前他只邀请了10几个国家，那台湾也有参与，我们邀请了22个团体，超过120个人进行现场的演出。那其中呢，有一位就是妮菲亚。 台湾受邀请第巴黎文化奥运设台湾馆，会有22个表演团体170多人参加。妮菲亚也继续展现，不只是台湾之光，也将做是伊家己。记者综合报道。